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头人林献堂先生，伫咧国民党内无偌久了后，就撇走日本。伊的秘书叶明晶，这原来是学问家名诗人，因两个写诗对答，描写台湾社会发生的二事件，到底内幕真相啥款？叶明晶这首诗见面头一句写讲：莫问风人说地兴，黑墙衣俏最相情。有求有处先为福，如火如荼方进京。好好有情归寂寞，种种疑案未分明。故奸好手团无用，法外悠悠得意命。叶明晶头一句破白，伊讲国民党政府来甲咱讲，咱台湾人是汉民族的主题是炎黄子孙，咱是同胞手足，敢若兄弟同款。结果拢献手袋啊，肉红看做闹气台，兄弟黑墙衣俏大方。众人看讲兄弟安尼咧相杀，原因对倒来。叶明晶的诗句第三句讲，原因就是有求有处先为福，手骨寸长长做官，逐项要占，逐项要捏，逐项要讨。到甲一世界人咧举反对旗，反对的声音如火如荼。世界袂输火咧烧共款，伊才条件才震惊。但是震惊毋是改革呢，震惊是对北到南开始镇压，一连兵出来引落台，所以造成什么款的下场？本来新闻报纸大家意见嘎嘎滚，好好有情归寂寞，压落去，新闻记者唔敢搁卖，唔敢搁宣传，唔敢搁报啊，种种疑案未分明。叶明晶写这首诗的时阵，伊咧感慨讲二事件的真相，也未表示对社会来交代，甚至叶明晶直接用伊的诗喊话讲：孤奸好手，团无用。团就是风声嘛，讲罪魁祸首，到即马安然无用，法外悠悠得意名，逍遥法外呢。啊，朋友你甲想，叶明晶感慨的代志，到甲伊目睭磕落去，到甲林献堂先生别说。孤奸好手，团无用。到甲现此时，台湾社会啊，搁伫咧议论，搁伫咧争，到底什么人才是二事件的元凶？这首诗今日来读，我相信你甲我同款心内，定定的感慨。